伫个基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仲庆的带领，包括5位副院长、医疗秘书、加细胞治疗中心的主任冯英勋等人共同揭牌。基美病院的细胞治疗中心加化疗注射室7号上午正式启用。请揭牌。奇美医院今天很高兴能够有一个新的化疗的空间。那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呢，都是相当辛苦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舒适、宽敞的空间。那我们院区挪移以后，把这个黄金地段呢打造成一个相当舒服的化疗的中心。那我们这里有18张的床跟椅子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窗，这个采光相当的好，所以这个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，这个环境也是相当重要。那我们希望搬来这里以后，这个以后做化疗的病友呢，可以有更优质的服务。基美病院细胞治疗中心甲癌症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冯英勋表示，基美医学中心对2020年2月得到卫福部正式的核准。以自体免疫的树突细胞的疫苗治疗实体癌的第4期，以及第1甲第3期实体癌经过标准治疗无效的病人进行收案甲治疗。而化疗的注射室，这是提供完善的化学治疗甲医护的照顾。基本医院目前的开发的话是所谓的免疫癌症细胞治疗，那目前已经跟国内3家的细胞治疗的备治单位有合作。那从109年7月起，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接受病人的一些治疗。那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已经有17位病人已经参与这个治疗，那其中有5位病人的完治。那目前为止的话，因为我们的细胞治疗需要更好的设备、更好的环境，来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品质。所以在今天，111年的1月7号，那我们就开始正式启用我们的细胞治疗中心。那里面有一个良好的细胞会谈室，可以让我们的家属，能让我们的病友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双向的沟通，了解病情。那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一个细胞治疗区，里面有舒服的床位，还有一个舒服的一个休闲的空间。它是一个单人房的设备，能够让我们的病友能够在这边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品质。目前细胞治疗中心加化疗注射室，总共设有18床的化疗专用病床加按摩椅。不但有舒适的环境加自然的采光，另外嘛有隐蔽的空间加视讯的会谈室，希望提供癌症的朋友舒适的医疗加照护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